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统计到目前为止，台南已经有10个天高热的本土病例。市府除了加强宣导要落实朱千元的程度以外，市长黄伟贴上午嘛亲自来到北区视察，透过无人无人机巡看厝顶到积水容易产生朱千元的情形。会中市长嘛表示，天高热的高峰期是伫9月到10月，所以这段期间要拜托市民共同努力，将天高热控制落来。台南目前已经有10个天高热本土病例，为了找出隐性的朱生源，环保局出动空拍机执行朱生源稽查，透过科技巡查优势，会当找出天台水槽、厝尾顶水塔顶无容易发现的死角，降低朱生病媒网。有些高楼或是有些透天房子，它的这个屋顶，有时候你要爬到屋顶去看哦，坦白讲是蛮累的。借着无人机的这个巡视，可以先了解有没有这种积水容器，或是没有清的这个天沟，是不是有积水？那如果有的话，人力再过去做倒清刷的动作。防疫工作袂当只外靠喷药啊消毒，也则是政府部门的力量的达成。黄伟霆嘛呼吁市民爱做好主心工作，避免疫情扩大。防疫工作做到位，才能够阻绝这个传染的途径。防疫工作做不到位的话，那偶尔3天2天报一个新例，其实坦白讲，大家也是踹了蛋了。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没有妥协的空间，也没有这个侥幸的心理，我们还是一步一脚印把这个防疫工作做得好。市府运用空拍机等各种方法，找出隐性朱生源，并执行朱生源稽查，希望市民会当提高警觉，注意各个角落，养成定时巡视环境以及清理积水容器的习惯。除了会当让居家环境更较健康整洁以外，嘛会当避免避发，做伙对抗天高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时常进出东区甲北区地下道民众要特别注意，配合台南铁路地下化施工，中营地下道封路时速已经列为最佳方案。预计对8月底就要开始封路一档。不过，毕竟封一档不是小事，地方也是有真侪顾虑。上午立委陈天辉特别邀集相关单位来研商，敢是阁有替代方案，以及后续的交通如何维持。为了台南铁路地下化施工，中营地下道将封路一档的消息一确定，烦恼会大冲击大港、中城、英雄、开湾里等附近侪区域的交通。所以，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英丁特别邀集交通部铁路改建工程局、交通局、北区公所甲地务分局来共同研商。会中已经担任5届英雄里长的率先发言，反而过去者敢若封一工的大塞车，要求一定要替白设想。顶几个月，打停一个是间隔，打停一工尔，中央地下道你毋知是间隔规排拢过车。迄铁路，恁铁路的火车来看偌危险，恁铁路每偌久就有一班火车来，尤其上下班的时阵，火车佫非常的接。哦。火车佫是南北来吼，迄动的车拢有够久，为着要做铁路地下化。你看安尼，北门路无开啦，你若北门路开的时阵，即摆所有的问题嘛会当解决啦。会中第5工程段除了报告目前最佳方案，嘛提出里面的替代方案来检讨，加上第5分局嘛具体预测驾驶的路径，以完整的交通维持做法来说服里面，希望将冲击降到上低。遮地方的住户听到讲要封一档，大家拢开始惊吓讲，咱的政府的替代方案伫倒位，配套伫倒位，尤其伫遮附近是一个集中住宅。集中住宅区，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些配套把它做得很完整，近1个月，然后我们的地方才了解说，原来有这个封路的事件。那其实大家真的很担忧所以今仔特别邀请咱中央
咧铁路局甲来咱地方大家来协商，甲咱里长，因为里长我想这段时间若无沟通好势吼，我想里长真的都会被里民吼很多的疑问吼，所以今仔特别希望讲会当就大家的这个意见集思广益，将这个问题好好来做一个处理，互咱民众会当有一个较唔免遐尼烦恼的一个处理方式。会中铁路改建局嘛坦承，不管交通维持做了偌好，一定会有影响。不过间已经通过但市政府答案汇报，连外评委员嘛核准，强调因伫8月底施工进前，一定会加加好好分宣传单，互民众有心理准备，减少民怨。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知名林百货以充满特色文创商品备受国内外游客喜意。现在伊嘛将进军日本 Okinawa， 甲当地百货合作，将各种充满台南特色文创商品载到当地，互国际观光客拢当看见台南。当然，上海百货透过交流，嘛要互台南的游客会当感受 Okinawa 的气氛。林百货这几年已经成为台南上知名的古迹之一。除了有优美的建筑以外，当中各种的文创商品也成为侪国内外观光客上喜爱的伴手礼。现在也有 Okinawa 的百货业者，因为喜爱林百货的各种商品，特别邀请因去举办海外的展售会。16号上午先举办行政会，市长王伟霆也亲自出席。透过安尼的交流活动，会使互去 Okinawa 佚佗的国际观光客更加熟悉台南，同时也期待未来会使有更加全面的交流。那我们这一次呢？到冲绳的展售会呢，全部都是我们来自于台湾林百货所有的限定产品。那我们呢，有我们代表的台南节气的令草包，还有我们台南很厉害的手工职人的这个帆布包，还有我们很多台南独有的一些文创商品。林百货所开发的独有商品，大部分来自于代工的厂商，都来自于台南。我们希望能够推广台南的文化，也能够推广我们台南所有的好东西。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商品，能够在冲绳呢，让世界各地的旅客可以看到我们台南的好东西、好文化。台南跟冲绳都是以观光为重点的，但是冲绳它的国际观光客高达950几万，这点是我们很多地方要学习的。但是冲绳的刘茂百货又很喜欢林百货这样子的一个布展布局跟它的商品，我觉得其实两边在观光推展、在文化交流上都有很多合作的空间。我们也期待进一步台南市进一步跟冲绳县台南市跟冲绳县有很多民间的交流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这点是我们未来也期待，不管是包括林百货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这届的海外展售会也推出了 Okinawa 限定的商品，同时也把台南的剑西石敢当限定的丝巾设计品载到 Okinawa， 同时在林百货当中也准备了侪充满 Okinawa 特色的商品，要互来台南甲 Okinawa 旅游的民众拢会使感受到双方的特色。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邮局为了帮助家户中心的儿童稳定就学，除了固定关键物资以外，每当6月下区内分局举办商品特别会，已经连续第12档，将所得专属关护家户中心作为弱势儿童的教育经费。台南邮局为民国96年开始，就甲台南家护中心合作，伫全台南各地邮局办理助学特别，协助无职弱势儿童的教育经费。这个活动已经连续12档办理，每一届举办拢会吸引真侪爱心民众到场支持做公益。因为我们家都有定期在捐助家户，然后我想说，既然都有在捐助，那他有一些义卖活动，东西也都不错，我就会来买，然后顺便当做一种帮忙这样子。我们跟家扶中心每年都有2次的一个义卖活动。那我们呢，除了说，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呼吁我们的客户，呼吁我们的同仁，每次都能够热烈参与，好，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爱心捐献出来，那帮助这些小朋友能够在求学的路上能够走得更顺畅。
对着台南邮局连续12档帮助弱势儿童的就学问题，台南教育中心嘛向邮局以及社会上所有的爱心人士表达万分的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台南邮局，在连续12年这样好长的一段时间，然后都一直持续支持南台南家福中心，陪伴孩子们每一个学期的开学念书，那一起把我们的力量灌注在关心台南的弱势孩子、弱势家庭的身上。宝良这边仅代表我们南台南家福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的受助的家庭孩子，再一次的谢谢。台南邮局联手家福中心举办特别会，募集助学金，让家福儿童在学习上免烦恼学费的问题，嘛希望因未来大汉了后，爱回馈社会，将这份爱心延续落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看阮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相信真侪人面对人生，拢无了解家己想要行什么道路。为了好民众会当重新了解家己的梦想，公共资讯图书馆特别举办用梦想设计人生巡回展。第一站对台南开始，将陆续巡回全台，期待透过900本甲人生设计有关的图书展览，也有实景的游戏，互来参与民众思考人生。用梦想设计人生这个概念是来自斯坦福设计学院的生涯规划课程，透过一系列的方法来设计人生，找到上适合家己的人生道路。现在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为了让民众会使重新熟悉家己的梦想，也特别规划了这个用梦想设计人生的巡回展，透过900本甲人生设计相关的册籍以及展览，要让民众透过阅读重新探索人生。今年同仁在跟我讲说要测这样的展哈。老实讲，我不是青少年了，所以有时候真的还搞不大懂。我要透过实境游戏的方式，那还要下载 APP， 然后去看这些设计人生方面的书哦。可是就很多青少年他是喜欢玩这样的游戏。那我想说啊，这样也好了，因为透过这样的游戏哈，让他们能够接触到实体书，然后或许能够启发他未来阅读的一种动力这样。这届的巡回展也将要到全台6个图书馆，第一站对台南出发。市长杨伟霆以及侪位的贵宾也拢亲自出席启用典礼，鼓励市民要好好规划人生。用梦想设计人生，这个概念是源自于 Stanford University 这个 Stanford 大学它的一个设计学院的一个概念就是规划大家鼓励学生、年轻人用一个梦想来规划。可是有朋友常常会告诉我说：“哎呀，那个计划比不过变化。”但是没有计划就会被时代所消化，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即便大环境在潮流在变，而且很多资讯爆炸的时代都一直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跟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规划人生，不愿意好好的这个去思考，想说反正以后都会变，你那变来变去，那我们不用规划，那反而是杂乱无章，未来的人生会走得更加的这个混乱那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鼓励我们市民朋友们，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开卷有益。这届也特别设计了实境游戏，要让参与的民众运用游戏来了解人生设计的概念甲做法，让每一个人拢会使发现属于家己的宝贝。同时，主办单位也有设立未来明信片的活动，让大家会使写配合未来的家己，期待家己会使朝向梦想来努力。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
台南中的国家社创立到今今年拄好满50周年，校友会国家团抱着感念甲传承的精神，8月17号暗时，伫台南文化中心将举办50周年演奏会，邀请民众踊跃提票入场。台南二中国乐社团为了庆祝创团50周年，上午伫个创团的团长萧青山的带领，由议员王家珍陪同，并邀请市府文化中心的主任方敏华共同召开记者会，为8月17号文化中心的二中国乐50周年庆的活动来宣传。我要借着萧团长来跟各位做一些二中国乐社他们一路走来点滴的简单的分享的报告，让我们乡亲呢更能够就像我们现在很爱讲的，让我们的二中国乐社接地气哈，让台南乡亲呢理解我们二中国乐社到底是在台南这个地方竟然可以延续已经半世纪之久了，显然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一个积极性，要让它一直延续下去。我们非常感谢文化局给了我们台南市最好的场地哈，因为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有一个不过要稍微提早，听说那天正好有活动，我们是7点就开演我们邀集了历届的代表的可以说50代同堂的团员们共同端出一场音乐会，我们把历届的得胜的优胜的优良曲目呢做了一个总和的呈现。活动记者会中特别请来团员分别独奏2首《阳明春晓》加《红楼梦》的主题曲。这次演奏会曲目拢是选自二中国乐社团各时期的得奖冠军金曲，有龙腾虎跃、节庆欢舞，甲台湾追上曲顶，对古典到台湾的创新拢有。欢迎市民朋友踊跃索票入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时常听到有人有咬合无正的状况，但去科医生表示，这毋是病变，是属于发育的问题。毋过因为影响到美观，嘛容易有皱起、甲喙齿花受伤等状况，甚至因为无美观影响到心理，所以医生嘛提醒民众千万毋通疏忽。现在人愈来愈重视喙齿的美观，所以咬合无正这种问题也愈来愈受到重视。除了会造成外观的无好看以外，也有可能因为食物卡伫喙齿无好整理，因此提悬皱起甲牙周病的发生率。所以医生也提醒民众莫轻忽这个状况。就是基因上面的遗传，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就是牙齿旁边的一些组织，像是舌头啊，或者是那个嘴唇，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所造成的。那不良习惯像是一些可能就是像是一些吐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吸吮大拇指的问题呀，或者是咬指甲这些问题，其实也都会造成咬合不正。有这样的现象的话，首先就是要请矫正的医师去评估。那原则上我们会取前套的资料，还有去评估牙齿个别的一些牙周的状况啊、蛀牙的问题，然后还针对它的骨骼啊、它的牙齿的一些问题再去做分析。那最后订定出一个矫正的治疗计划，那还有就是矫正费用跟预计的时间。就有一位学生因为咬合无正，所以无法度好好食物件，同时也有加做发炎的问题。经过2年半的治疗，现在喙齿也拢无问题，嘛袂造成伊的负担。治疗前的话，因为有一颗牙齿长在后面，所以这会造成吃东西的话会有咬在别的位置的困扰。然后也因为那颗牙齿会不好清洁，所以那个时候是怕蛀牙，然后就来医院检查这样。然后评估了之后是做了2年半左右的矫正，那矫正完之后会就是清洁比较方便，然后比较好吃东西。如果是较严重的状况，可能会造成剥牙或者是后倒，可能也会影响患者的人际关系，产生心理障碍。所以接受治疗除了会使改善喙齿的健康，也会使增加患者的自信。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